大家一定要睇呢條片啊，因為咧全城熱爆，買咗10幾萬盒嘅呢個 Fairy More 嘅超級天花板嘅卸妝棉，只需要喺塊面啊按一按，跟住咧眼咧搽 mascara、眼線筆啊。一抹咧就可以卸晒，咁而最恐怖嘅地方呢個咧係一個純天然啦。你知啦，我哋呢度小朋友好多人咧都係會搽嗰啲防曬油噶嘛，咁呢個咧可以咧連小朋友啲防曬咧都可以抹得甩噶。而最離譜咧就係咧敏感皮膚、濕疹皮膚咧一抹落去咧都係好舒服，唔會有啲酒精味嘅。而咧係咧用完之後咧卸妝油嗰啲卸妝膏咧係完全唔使用。跟住咧而呢一個新嘅配方係做埋咩咧？你卸完妝之後，比你未化妝嗰時咧係更加白，因為呢個咧有特別嘅激白效果。好啦，大家來完天花板，唉，呢個嘢真係又平又好用又天然，大人小朋友都用得，一塊面搞掂晒，好離譜喎，咁污糟嘅。